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。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。名与利，皆虚乎？凡百事，集中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啊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，走。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他。上来。怕你累。我觉得我这会儿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吗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。你先下来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儿。你在这等我，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什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？干嘛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。其实说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所以你这结婚了？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？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可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要。哎呀，我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你是在吃我吗？他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，我背你。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
了算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来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哼，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顾局长。嗯。这是给我的吗？2克拉的钻戒 ，for you。满地的花瓣，是我亲手一片一片为你揪下来的。我的手都成这熊样了。我不是在炫耀什么，亲爱的，我是想和你说，我是真心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天哪，我实在太感动了。不过，我们才认识1天啊。你错了，1天时间，对于真正相爱的2个人来说，已经足够漫长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太阳，我就是绕着你公转的卫星；如果你是红太狼，我愿意做灰太狼，天天给你抓羊。如果你是胰岛素，我愿意得高血糖。可是，嘘，什么都不要说。I love you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来电话啦！那还不接电话呢？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。喂，嘛呢？不知道人求婚呢吗？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，谁？丽丽呀。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的呀？没有啊，这句话我只和露露说过。丽丽，露露，哼，你女朋友蛮多的嘛。娜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事情不是……我根本不叫娜娜。哎，臭不要脸！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吗？哎呀。